后来，伫这个防疫的期间，有袂少的民众会透过食补来强身，譬如讲食这个苍头，因为苍头有含硫化合物，会当增强免疫力。高雄道一个里长要1000袋恒春的苍头送予里民。另外，台仁科技大学一个副教授，伊甲日本的医界合作研究来发现讲，这个菊仔花有一种倍半萜的成分，有杀菌的功能，建议民众买当啉菊花茶来提升免疫力。小火车载规车的苍头，慢慢抹久，然后下回落来，放伫里长因家门口，跳到有够悬的。里长大声话，叫大家来斗相共，帮忙发散苍头。有人是女仔帮啊车，大家做伙甲苍头送出去。一间分苍头，里面拢真欢喜。真正食这个免疫力，真正免疫力。高雄前镇区电动里的里长提钱出来买1000袋苍头送予里民。差不多将近10万啦。因为苍头含有硫化合物，帮助增强免疫力。防疫期间，不少民众拢会用食补方式来强身。另外，台仁科技大学医学系副教授洪启定，甲日本医界合作研究发现，菊花内面的成分有杀菌的功能。它本身自己就可以产生一些连结呀，或者一些交互作用等等，刚好可以针对这些病变的一些新冠状病毒，可以针对它去做一些有效的一些预防哈。另外，菊花内面也有黄酮类、花青素等等的成分，卖当抗氧化，因此建议民众会当啉菊花茶，若是顾目睭，也会当提升免疫力。